南投县政府持续来推动低碳观光，打造环保日月潭，宣导着低碳旅游，建立全民绿生活。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伫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办理低碳净零绿悠悠的环保宣导活动，希望能尽量低污染的，那让我们整个环境能一起提升，那带动更多爱好旅游大众来到南投旅游光环保局统计，目前县内各大风景区已经有超过100座电动车的充电站，和民众使用低碳的交通工具真利便。这个绿油油的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将我们这边潭池乡来到这边游玩的游客呢，必须要自备自己的杯子来到这边买东西、买饮料能够折价，不要用到塑料县环保局举办无数日月潭的活动，除了伫活动现场抽奖，嘛宣布活动时间延长到9月初4，请乡亲好好把握机会。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